好開心啊！今日即係因為喺我身邊嘅 Molly 咧，就係喺 NGO 度工作嘅一個護士。咁其實喺護士界嚟講咧，即係除咗係醫管局同埋政府機構之外咧，其實有相當多嘅護士咧係喺一啲 NGO 或者喺唔同嘅團體咧服務緊市民嘅。係啊，好開心啊！今日可以同你傾偈，Molly，你而家係幫緊一啲癌病嘅兒童噶嘛，係咪啊？係啊，係。咁你覺得喺呢一方面咧，政府而家嘅支援足唔足夠，同埋有冇嘢可以改善？如果係講到政府對於係而家係社區裏邊或者社福界裏邊嘅一啲護士啦，從事緊護理行業嘅同工嘅支援，我覺得係冇嘅嚇，因為咧喺社福界裏邊，護士係一個少數，而喺社福界裏邊，因為社福機構係 under 係呢個社署噶嘛嚇，社署唔會關注即係護士嘅發展啊，或者係俾足夠嘅支援佢哋嚇，咁所以係好艱難嘅。其實社福界要入去醫院同醫管局佢哋嘅團隊合作都已經係好多嘅限制。所以其實基本上嗱喺冇機會有培訓啦嚇，亦都唔會關注到佢哋嘅福祉啦嚇。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問題，因為其實你哋做緊嘅嘢，正正就係醫管局相對地或者政府相對地少去 cover 嘅一啲項目。咁你哋係用個心去做事情，亦都係用你嘅專業去做事情。咁你話如果喺醫管局或者政府嘅待遇，或者甚至乎係 training 啊其他嘢，同原來係非 HA 或者非政府原來有一個咁大嘅距離嘅時候，某程度上你真係要好有個使命感去做，但係個支援不足，真係會覺得好有孤獨感啊！會唔會啊？會啊，譬如我哋嘅薪酬待遇嚇，即係根本就追唔上醫管局嘅，咁所以我哋好難去請一啲有經驗啦，或者咧係一啲其實請年輕護士都好都還可以，但係佢哋好快會離開嚇，因為冇發展，即係冇升職嘅機會啦嚇。咁而好多社福界裏邊嘅即係領導，即係階層嘅都係社工。社工嘅同事啦嚇，而護士係要係被社工去管嘅時候，咁佢哋唔係好明白護理嗰個專業嘅需要，所以更加難去支援。你哋就係由即係社福局，即係勞福局嗰邊管啦，或者係社會福利署嗰邊去管啦。咁但係因為醫務衛生局又有啲唔同，你同一個專業即係冇理由個差別會咁大噶嘛。即係你都係用一個護士嘅 capacity 去做噶嘛，咁應該係一樣。你好難維持嗰個質素咯嚇。譬如咧我講仲有一個特別嘅崗位係喺特殊學校裏邊做護士啦嚇。特殊學校好得意啊嘛，佢嘅管理係校長嚇，其實教育署嘅 under。但係咧，正正係佢哋要提供一啲服務俾啲重病嘅，即係譬如嚴重肢體傷殘嘅小朋友，咁護士好重要啦，或者好多其他嘅治療師喺度咁，但係佢哋就係由校長去管嘅，咁變咗護士又唔會得到醫務衛生局嘅一啲嘅支援啦。咁但係點樣去支援呢啲護士？第一，保證佢哋係得到公平嘅待遇啦，同埋最重要係喺工作上面佢哋有支援咯嚇，咁而先可以留到人或者保證到個護理嘅質素。其實重要，因為支援，其實我覺得咁多樣嘢最重要係幾個支援啦，或者係一啲嘅 training 啦。另外就係嗰個公平嗰個薪酬嗰個問題啦，點樣去可以幫到唔係喺醫務衛生局入邊嘅護士係能夠被重視翻？政府話要發展基層醫療嘅時候，正正就係呢一班嘅護士係會喺基層醫療裏邊工作嚇。咁而呢班嘅護士得唔到好即係一啲合理啲嘅待遇，或者係佢哋有足夠嘅培訓，以致佢哋可以提供優質嘅服務嘅時候，咁樣點會即係基層醫療點會有好嘅做？其實好好啊，其實好好，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啲光其實應該照到一啲，即係應該照到晒每一個地方先至係好嘅嘢。即係多謝你啊，Molly，多謝你話，多謝今日嚟即係去分享你呢一個嘅感受，希望嚟緊真係會做得好咯。好多謝，多謝，好。12月7號立法會選舉，記得投票啊！